叫你玉堂。我嘅對粵曲嘅興趣係由少年時代開始。我在53年中學期間已經參加學校嘅國樂隊，專門玩廣東音樂。在53年參加廣州市青年粵劇團嘅粵劇伴奏工作。我在63年曾任廣州南國粵劇學校助教一職，有一個學生攞一支劇本裏邊有一支粵曲，問我點樣唱。當時我係見佢呢個劇本裏邊支粵曲既無丁板，我亦未聽過呢隻粵曲，又冇唱帶。當時我唔知點樣教佢。後來呢，我就多次咁拜讀咗陳卓瑩寫嘅粵曲寫唱常識一書，反覆研究，經幾十年嘅體驗，慢慢就掌握咗粵曲裏邊嘅結構，同埋我哋伴奏粵曲嘅一啲技術體會。我哋開始伴奏粵曲同埋唱粵曲，大部分係第一跟老師學，第二聽音樂帶，所以呢種係感性嘅形式。所以呢，我哋學一支就只能識一支，學兩支就識兩支。我哋要用好艱難嘅將佢嗰啲粵曲入邊記熟，然後唱得出嚟。所以我哋學粵曲係非常之困難。假如俾首粵曲你，既無丁板，又無唱帶，又無師傅教你，你係冇辦法唱嘅。所以但係我係從事歌壇嘅粵曲伴奏工作，但係歌壇裏邊所唱嘅粵曲同埋佢唱帶唱嘅粵曲係唔同嘅。就算你聽熟唱帶，但係佢演唱者未必按唱帶嚟唱。咁我哋音樂師傅應該點夾呢？其中係一種巧妙。第一種巧妙，我哋要知道佢唱嘅，我哋點玩。所謂呢個就係佢唱嘅文字攞腔，我哋音樂就係文腔攞嘴。譬如文腔攞嘴，譬如我哋夾中板，中板有十字中板同埋七字中板。十字中板有10個唱字，即係主要唱字有10個，其他咩仔字唔算啊。呢10個字喺邊度呢？呢10個字就喺丁、丁、板、丁、板、板、板、丁、
丁板，呢10個字就喺呢上高所講嘅。第一個字係丁，第二個字係丁，第三字係板，第四個字啊丁，第五、第六個字係喺同一板，第七個字咧板，第八個字又丁，第九個字啊丁，第10個字板。所以我哋一個口訣就講丁丁板，丁板板，同埋一個板，板丁丁板。但係按照拍啲嚟講咧，我哋有個口訣1 1 2 2 2 1 2 1 2 2。點為1 1 2 2 2 1 2 1 2 2咧？1 1就係我哋唱家唱一丁，我哋音樂玩一丁。2 2咧就係唱家唱2丁，我哋過2丁。跟住係2 1，唱家唱2丁，我哋玩一丁。跟住又2 1，唱家唱2丁，我哋玩一丁。跟住2 2，唱家唱2丁，我哋又玩2丁。所以我哋有個口訣就咁樣，但係我哋玩上嚟點樣玩呢？1 1，佢唱1丁，我哋又玩1丁。所以我哋可以講，佢點唱我哋點玩。好似龍女牧羊嘅反住中版咁，我咁啊佢唱咗丁啦，我哋跟住佢做玩一丁，咁好容易啫嘛。佢我咁啊你音樂又係咁，我咁啊跟住佢唱係2丁，我哋過2丁啊嘛。佢唱羅河康軍，音樂又係照住佢玩啦。羅河康軍係嘛，好容易啊。跟住佢又唱2丁，我哋要過1丁。啲丁咧就只能夠點啊？停啊，而家仲我哋只能夠玩個尾音，即係字多次，令我快野喂，佢唱2丁，我哋要過2丁令我快野喂，唔係佢唱2丁，我哋過1丁。咁我哋點縮埋佢咧？就將佢前拍嘅後半拍同埋後拍嘅上半拍嚟玩。